祝咱兄弟大家平安。咱即马阁有一寡同工吼，伫咧南无教会吼，咧侍奉吼，牧师嘛去遐甲因斗阵吼。我昨听书房讲，牧师这几工拢踮咧遐陪因吼，望因伫踮咧遐吼，上帝赐因平安，因的侍奉会当得主来欢喜吼。咱今日嘛真欢迎吼，洪恩吼，转来咱教会，来咱，伊拄仔讲啊，已经离开遮30冬啊吼。足久，顶到有来讲道啦嘿。今日佫欢迎伊吼，牧师就请伊来替伊吼来主理今日礼拜堂。阮将今日祈祷吼交代互洪恩牧师吼。好，来，咱即时来甲来祈祷。主悲坦来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充满你的恩典，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。感谢你伫引出你看顾，也今仔日互阮来到伫你面前来敬拜你。阮将阮家己本身交托你的手中，求你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生命中，互阮来遵探，互阮所行所做下伫你的心意。阮将今仔日礼拜仰望伫你手中，求你来看顾，也保守伫佛山教会做出我服侍的同工，以及靠牧师，愿你来带领因一切拢顺遂。无论我伫倒位敬拜你，你拢是阮师傅伫我的中间。愿伫你面前献上我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来到圣殿，要做伙来敬拜。第礼拜头先，咱要来串联今仔日的2条诗歌。这是咱请献开234首。我心实在乌老，咱先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我心实在乌老，因为上帝大恩，救我生命免得白无，信心是已经存。上帝大大慈悲，做我拢无罪过，又到日日照顾你，我必得以后。咱先唱2节，这首歌的歌词，咱看我心充满懊恼。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咱对上帝大恩、救赎甲看顾的感谢。这是美国巴布科特牧师伊所写的。伊定定带着伊的太太，伫安大略湖的边仔散步。每摆伊若来到即个所在，看到遮水的景致，伊拢甲伊的太太讲，这是上帝创造的世界。所以伊的心实在乌老，所以伊写着即首《我心实在乌老》。当时迄条这是上帝的世界，就是这是上帝的世界，嘛是伊写的。伊总是对太太讲。咱爱用感谢的心，称颂神创造的大自然。所以，咱是毋是嘛甲巴布科特牧师同款，时常用咱感恩的心。虽然咱是一个足微细人，但是咱只有不断的感谢，不断的学乐。好，咱搁来唱第1节甲第5节。我心实在乌老，
希望咱每工嘛是共款，常常会用咱的心来学乐咱的上帝。接来，咱请献开379首，379首，愿我话哪听你，我主基督。这首歌拢是对足细汉都听教会中辈，所以伊是一个足感动、足优美，也是会晓祈祷的诗歌。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是美国的作家伊丽莎白·普罗蒂斯一个作家伊所写的。这首歌的歌词，伊所表达的，就是信徒经历着试炼甲转变了后，犹原是坚心放下世俗的追求，专心爱主的一个谦卑的祈祷。这不但是对基督的爱慕，也是提醒咱基督徒正生的道路。生命是过程，对真理的体会甲了解，也是一日一日在进步。每一节的后面、上后面拢写话哪听你，话哪听你，这是真心的一个听。这就是代表咱信徒信仰的生命，要用真长的过程，经历着上帝的恩典。当咱经历着神的恩典愈侪，听主的心同款愈来愈深。好，咱同款过来对第一节唱到第5节。第4节的第1句，虽然溃烂虽烂，迄是读虽烂。好，咱对第1节开始。心困求无你。
用较细声。虽然归来虽然也是细声，我心有我勇敢，对你来行。一切的都无你，那有的那听你，为我听你，我听你。好，咱练习到这，请咱用安静的心进入礼拜。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旨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这是咱做伙来吟诗，圣诗234首，我心实在恶乐。我心实在恶乐，因为上帝大恩，救我性命免得灭亡，诚心实意敬尊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心实在恶乐，因为上帝大恩，救我性命免得灭亡，诚心实意敬尊，上帝。
就是咱用主所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人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，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启用，启用文第60篇，伫圣诗的后壁面1107篇。启用文60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我来启，请大家来用。我若袂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的语言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。我若有够额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。恁爱是宽容，有恁爱就袂嫉妒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快受气，袂爱不义，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盼望，恁爱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。咱所捌的有限。毋过，迄个完全的一个来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。当我已经成人，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模糊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安尼是盼望、天爱，这三项永远存在，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堂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搁通做伙聚集来敬拜你。求你的光照入阮的心，洗清阮一切不义，怜悯阮的软弱，赦免阮的罪过。无论阮伫生活当中拄着啥物款的境遇，阮拢要全心倚靠你，对你领受信心、平安甲盼望。主啊，阮为着现今世间侪天灾人祸，向你来祈祷。真侪所在拄着地动、大水、山火，佮传染病的威胁，佮有真侪所在陷落伫战争动乱当中。求你受阮怜悯，遮个伫遮个受苦的人，特别失去家园、失去亲人，也是欠缺健康的。求你亲自安慰、医治因，也求你将公义之爱、甲智慧赏赐予遮个地区的领导者、管理者，互因会好好治理、停止冲突，互受伤的人民甲土地早早恢复真正的平安甲中结。
主啊，阮也将教会过来到年尾大大细细的事工，拢交托伫你圣手当中，求你亲自带领，赏赐智慧能力甲体力，互每一位同工甲兄弟姊妹，互遮的事工拢会当荣耀你的名，利益伫人。阮也特别为着现在伫南方学服侍的福音队同工、牧师祈祷。感谢你过去3冬，今年是第4冬，带领阮去到迄个所在来传福音。愿你的听，你的信息透过活动、同工的陪伴，深深植入伫每一个囡仔甲家长的心中，吸引搁较侪人来认捌你，较慕你的救恩。最后，阮将心软弱、想白疼、困苦的兄弟姊妹交托，仰望伫你的手中，求你亲手医治因，也看顾陪伴因的家属。伫忧伤痛苦的时，求圣神做因随时的帮衬甲安慰；伫心内操烦不安的时，求你赐了超越人所想象的平安，互因深深知影你永远甲因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42节到47节，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42节到47节。42节吼，常常专务使徒的教师，3甲交杯8饼祈祷，众人拢行行。使徒搁行做技术新业，信的人拢聚集伫一所在，所有的米公家用，搁卖物产家业，照逐人所欠用的分互因，日日同心专务伫殿内，也伫人家8饼，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，而乐上帝也得到正百姓欢喜因，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。这是咱请课家诗班来献诗，因所要献的诗是早时犹太正细囝，我是主的羊。
歇在溪水旁。黄昏时，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，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。我是主羊，青草地，溪水旁。黄昏时，有主与我同行。黑暗夜，路崎岖，一步一步随主行。主领我到青草地，安歇在溪水旁。黄昏时，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，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。我是主羊，青草地，溪水旁。黄昏时，有主与我同行。黑暗夜，路崎岖，一步一步随主行。主领我到青草地，安歇在溪水旁。黄昏时，主与我一路同行。牧场上，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。我是主羊。这是咱请张宏文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充满热情的教会，充满热情的教会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好的。先自我来介绍。我好亲像去到真侪所在，麦克风拢搞袂对付。好，伫遮先自我来介绍，我叫做张宏文，是咱目沙出身的人，自细汉就伫文山教会来聚会，伫1999年来读新学院，所以我离开文山共要30年啊，所以头拄文入长老讲我离开要30年，所以伫今仔日中间。超过半数的人，我拢毋知影名，拢无熟悉。我每一届若有机会转来，拢感觉讲，文山愈来愈多，才是我无熟悉的人。咱这外来人口愈来愈多，文山会继续来发展。好，今仔日我受邀请伫遮来讲道，真特殊的是，柯牧师伫个差不多6月份，甲我讲，伊有按算伫今仔日要去到南门屋教会，来参与因遮的福音队。然后甲我讲来伫遮来做讲道，我甲伊答应。结果我伫顶个礼拜，感觉哪会遮心实？周报顶员拍讲，我是代表团托会来为着退休传教士奉献组织来请安甲募款，所以我赶紧问，这是真正还是拍毋对？因为我若代表来，我至少爱做一寡报告嘛，爱互大家了解讲，退休传教士因的需要是甚物。所以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我是带着任务来，毋是干那要来讲道拿定。所以今仔日礼拜讲道要大声进前，咱三甲来祈祷。慈悲他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来到你面前，献上阮的敬拜，阮开放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愿你来帮助阮。伫今仔日搁再一摆。来看见初代教会，以迄种同心志、同着磨、共同兴起教会、热心追求使命迄种的态度，愿你帮助阮，伫阮的教会中间，互阮来看见，阮彼此结连来成做亲像一家人。阮将下面时间约放你的手中，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现在的身份是七日中会总干事，是真最知名的上班的人。礼拜日会当四过去各所在，去教会来参访。所以我家己安排是安尼，一个月内底有2个主日，
是去中会来教会行行的，好去了解教会情形。啊，若还有时间，我一礼拜安排来文山，一礼拜安排转去我家己进前服侍教会。因为迄种的情感是无法度来切断的。好，今仔日柯牧师出外，伊叫我来遮来主持礼拜。我代表的是团福会为着退休传教师、退休传教者的奉献组织来募款。所以嘛邀请咱来共同关心退休传教者因的需要是甚物。咱感觉足奇怪，为什么有一个组织为着退休传教者来做募款？现在的牧师敢讲生活遐尔歹过？那伫现在来讲，现在真做一个长老教会牧师，有受到团福会以及劳基法的保障，所以虽然无法度达到即个财务的自由，毋过退休了后嘛会当无任何欠亏。毋过团福会制度实行无真久的时间。所以现在退休的牧师大多数，因早前拢无受到团福会保障，甚至连即个劳退即6%因嘛无，也就是现在差不多80岁以上的这牧师，大多数退休了后，就是靠因一世人的收入来维持因退休的生活。所以这牧师，因无法度来经历破病，无法度来经历生活中间的任何变故。若有甚款代志发生，因的生活会马上出现问题。所以团福会制度的中间，除了教会每一年有一个月提拨的这负担金以外，还佫有退休传教者奉献组织来补充这牧师因退休了后的安养金，无多啦。一个牧师的家庭一个月5000块，若剩牧师是牧师女若定，一个人安尼就是3000块。担保的钱提供伊另外一层的补助，即个保护。另外，咱嘛都看到咱的奉献袋顶悬有即个爱慕之友，真侪这在任的牧师以及退休牧师难免的破病，迄种临时的需要，就是通过咱团福会即个制度。来关心因，互因会当来得到一寡的帮助。伫遮咱看到真侪传教者因的需要，无人会当来斗相共，所以需要来各教会来募款来支持。真侪人安尼统计过一个代志，伫遮嘛不过大家知影，每一年咱的总会。要来找即个保险公司来为着传教者夫妇来保险，保险公司拢拒绝，因为长老教会牧师的夫妇的理赔率伤悬，保险公司差不多拢了钱啦。为什么要来接即个保险？因为是甲长老教会总会有即个业务的往来，还会当对其他的方面来做保障。所以保险公司有缘会当拍平，毋过若单独对伫传教士夫妇的保险来讲，是了钱了较真凄惨。也就是讲，传教者夫妇的即个意外率、死亡率比一般人加真悬。所以需要咱团会制度来做一寡关心。我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就是为着咱团会这个制度，咱需要的财务，请大家来关心。所以会当运用咱的信用卡，咱的奉献袋来为着这个事工来做关心。伫即时咱来转到使徒行传第2章来看见初代教会因安怎来经营一个充满热情的教会，然后来思考咱伫教会中间要安怎互相来成做一家人。当咱掀开使徒行传第2章。咱看到即个经文内底所描写的，对咱来讲是足奇特的。一间教会内当安尼，毋知有偌好。即幅图是足好的。即幅图内底所看见的是遮的信徒逐暗暝讲家用，因伫遐欢喜快乐，因伫遐同心合意，因彼此来分享，因伫遐欢喜快乐。
毋若安尼，因为性命甲性命是结连做伙的。好，所以咱若在问讲，现在教会界会当找到几间的教会是亲像初代教会的情景，咱敢有法度讲，咱文山就是即种的教会。那看你教会界到底有几间教会当讲阿门啊？会当讲，阮就是亲像初代教会即种的情形。好，一个真刺激的结果就是现代的教会，咱要去找找亲像初代教会即种的情景真困难。虽讲时代在进步，毋过种人甲人之间的情感渐渐愈来愈疏远。好，所以咱当对几点来做一寡思考。咱现在每一个人出门，基本上一定爱载的物件，其中一项叫做手机啊。好，咱手机内底有真侪 app， 好，咱上主要就是爱有 Line， 爱有 IG、FB， 还有真侪遮联络的遮 app。拜五的时阵，好拄好即个万安演习，头一届限制手机的流量。好，真侪手机拢降速，无法度来使用，大家挨惨。好，讲即个真袂适应。毋过，这也凸显咱现代的人使用手机已经重度成瘾。早手机无网络嘛是无路用，因为咱通过手机通过网络，虽然无见着面，咱嘛甲别人来做连接。毋过，即种的连接，基本上毋是真正性命连接。好，伫教会内底，好，咱嘛看到真侪真好的音乐设备。真侪教会技能了，清清彩彩，因的音响设备拢可能100-200万以上。那么当看见教会内底行政管理愈来愈好势，伫顶落教会内底有宪法，有这行政法，有真侪规定，有真侪办法，有真侪制定的 SOP 的流程。毋过咱看见的是真侪基督徒的心内会感受是忝。感受到的，我伫教会内底是孤孤单单一个人。去到教会做礼拜，参与大众的服侍，有时阵对咱来讲是一个真沉重的服侍。好，所以咱定定有造成一种的困难。我到底要去做礼拜，还是不爱？今仔日敢要休困一下？好，咱定定有一个两难。我若无去做礼拜，我今仔日轻轻松松死过去，好去我爱去的所在。毋过心肝头有一个罪恶感，我若是去教会，迄种罪恶感当然无。毋过我感觉我的灵魂体拢真忝，甚至比上班搁较忝。咱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2000年前迄种互人踊跃去参与聚会迄种的心智，伫现在教会咱愈来愈少看到？伫现代。咱参与教会礼拜服侍，诚做一种沉重的服侍，诚做一种沉重的负担。上大的原因到底是甚物？检测就是教会中间充满迄种的生命力，伫今仔日渐渐在失落。所以今仔日邀请咱登到圣经的观点，咱共同来思考，迄个生命力安怎来展现？安怎成做一间有温暖、有温度的教会？好，所以大声要讲的就是，教会中间，伊一个信仰群体本质是甚物？是生命的共同体。好，我直接用两个版本的经文，拄好毋是咱头拄读的。清晰的是，现代大家日本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，参与团契生活、八饼祈祷。华语是华本的修订版。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、擘饼和祈祷。对迄些信徒来讲，因参与聚会就好亲像咱开一台电动车，等到厝里充电共款，是重新得到快乐。参与伫聚会中间，是伊的灵命来得到养持，和伊迄种的衰懒来得到安息。伫这个信仰群体中间。彼此是互相来帮助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信徒会感觉服侍有够忝？检测是因为咱来到教会了后，
咱的服侍诚做一种执行任务的所在。吼，我是长老，我是执事，我今仔日负担捐款服侍，我去到教会来完成某一种的工作，毋是去到迄个所在，互相来结连、互相来帮衬的所在。伫教会中间，咱嘛渐渐来失去迄种逐项物公家用，吼，迄种亲密的结连的感觉，服侍诚做一种单打独斗。对咱来讲，是虽然过性命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。我想，更较好的形容就是，比如教会定定伫流传一句话：做到流汗，嫌到流烂。教会中间所存在，毋是彼此鼓励，是彼此愈来愈疏远。来到教会对咱来讲，上要紧是啥物？是同齐来经历上帝恩典，经历上帝恩典。一个温度的教会。上要紧的就是彼此来结连，这种结连，毋是伫主日礼拜中间点一个头，互相来请安拿定，是亲像初代教会信徒共款，将彼此的生活来结连做伙。参与教会礼拜服侍，有时阵对咱基督徒来讲是一件我不得不去做的代志。毋过对咱来讲，咱看见初代教会因的心态是啥物？是同齐来经历上帝恩典，是甲即个属灵的大家庭来共同敬拜上帝，分享生命。若是安尼，教会生活就无过是负担，是一场欢欢喜喜的组织。每一个礼拜日，特别我即几礼拜即几届转到咱文山教会，大家伫楼骹见着面就互相来招呼开讲。迄种的欢喜是自然的，是实在的，毋是迄种的礼貌性的问候那定。大家伫遐是看到你有够好，偌久无见到你，毋知你现在过了好无？每一摆的组织就是伫经历上帝恩典。头拄讲我伫文山大汉的，古早。迄当时还无有网络，无有手机所以我迄阵有一种的能力。现在已经早就无去迄个能力是啥物？迄时我会当记牢每一个信徒的名。迄当时咱教会差不多100外个信徒，若是所有的家庭成员加起来，可能要到200个。我有自信，我会当叫出每一个人的名。伫迄个手机还未普遍的时代。特别，我伫社青的迄个时代，伫咧做咱文山教会干事的时代，我有一个把握，我会当记牢每一个信徒厝内的电话号码。当然现在无可能因为现在手机你的电话几号，甚至家己嘛爱小想看觅，我的手机几号，我毋知影，我已经袂记伫古早，咱会当有即种的力量。现在咱想挖靠手机所以咱的头壳愈来愈退化。咱免记人的名，咱免记手机甚至咱伫甲人的互动中间，咱嘛毋免去知影伊到底是啥物人。对1997年开始，我差不多就无伫文山教会做礼拜，了有机会转来，我感觉。我会当叫出名的人愈来愈少，我因为嘛是久才转来一摆，我无特别开精神去记牢新的人的名，因为我的心内有一种的迄种的感受，就是我不过是暂时转来，下一届转来毋知是当时我今仔日熟悉这个人，后届永远嘛袂记得，所以我就无阁记得这个人的名。我要讲的就是，现在一般的教会界差不多对这种的情形，大家拢有一种，非得我后届转来，毋知是当时这个人我无记你名，袂记你名嘛无要紧。所以一间教会，咱对参与来去，几啊年甚至10年、20年了后，真侪信徒，咱彼此永远无法度叫出名。这是咱教会一般的情形。甚至更较凄惨的，就是有真侪教会信徒会当叫出其他人的名，
可能叫袂出10%。然后看去，咱今仔日差不多100通的，咱会当家己试验看卖，你会当叫出几个人的名？一般的教会的信徒会当叫出50个人，这算真优秀啊！会当叫出10个人的名，这是真普遍的。长老教会内底家族真多，所以家族中间会当熟悉较侪人，这是因的优势。毋过对外面来的人来讲，因参与伫一个新的团体，伊要熟悉遮侪人，真困难。这就是教会一寡的情形，咱会当来做一寡的思考。为什么我无要去熟悉其他的人？我干那来做礼拜是一个上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我来做礼拜，我不过是完成我家己一个基督徒的任务，我来做礼拜就结束啊。咱将教会甲当做一间干嘛店？我需要敬拜上帝，这个所在会当提供我敬拜上帝，这个所在会当来完成我基督徒的任务，我来到这个所在来完成这个任务，煞了后我就转去，我无过再甲这个所在有任何结连。若是咱敢若安尼来参与教会，安尼咱就是真沉重的生活，真沉重的服侍。毋过出来教会并无安尼，出来教会每一摆的组织，就是看到每一人亲像厝内的人共款，因当作领受圣餐，同时领受爱餐，来彼此分享性命。那安尼，因组织敬拜上帝，就是重新得到快乐。所以要提醒、要邀请的就是，咱爱做甚物代志，咱爱建立真实的友谊。长老教会信徒真熬做一件代志，就是互相来请安。张牧师，今仔日真欢喜看到你，请你替我代替请你代替我你的牧师娘来请安，代替我某位人来请安。我头拄讲，手机遮尔便利，要请安。家己卡就好啊，家己传一个来就请安着啊。你要托我别人来请安，代表你甲伊无熟，无熟那就请安。这个动作正做一种礼貌性的问候，无拄一定爱安尼做才对。伫教会内，咱礼拜中间嘛，定定在讲一句话，咱今仔日欢迎新朋友来到咱中间。毋过一个真残忍的事实，新的朋友来到教会，因的经历是礼拜中间得到大家真热切的这请安互动接纳。礼拜后，甲因完全就无搁再有任何的计较，所以所经历的是2点钟的热情，了后礼拜煞迄种的冷漠。咱伫教会门口，伫遐微笑笑，伫遐握手。毋过礼拜了后，咱就转到家己的所在，继续家己的生活。所以对咱来讲，新朋友今仔日来啊，毋过永永远远是新的朋友。所以等下有一个礼拜中的停事，咱会当做一个调整。咱有平安日，平安日大家会去踊跃来握手。平安平安，毋过即种的平安日，伊的真正的即个达到的目的有偌多？即个会是毋是会当互咱真真正正行着平安日，伊要带出来意义？当咱无法度互相喊出对方的名，即种平安日只是礼貌性的问候那定。所以咱会当做一个动作，因为我头所讲的，长老教会内底。咱信徒之间要彼此喊出对方的名，已经愈来愈困难。咱要去问对方的名嘛歹势。伫遮同一个礼拜10-20年啊，结果对方的名我抑阁毋知影。所以要来拍破即件代志真困难。所以我想一个方法真简单，我爱将我家己来介绍互别人来捌。像我今日来参加一个活动，我要去甲别人来熟悉，咱做啥物代志？去请安，去握手，做一件代志。你好，我是虾米人？
将我家己介绍互对方来熟悉，然后将我的名片甲送出去。未来有机会，则请你来联络。伫业务上，咱是大声甲别人讲我是甚物人，共款伫教会中间，咱久久长长以来，咱即种熟悉已经愈来愈浅，咱嘛会当将咱家己介绍互对方来知影。所以咱等下当你讲平安，我是张宏文，真欢喜认捌你，互对方记了我的名，安尼咱未来就愈来愈熟悉。伫以前无会到中间，有真侪年，然后嘛有真侪人来教会了后留落来。因留落来原因，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，就是去到教会了后有得到会友的关心，毋是迄种的你好，今仔日欢迎你来参与教会礼拜哪点，是伫个礼拜后了后有人敲电话来甲因关心讲，欢迎你继续来参加阮的礼拜，阮伫周间有小组，欢迎你来参加。迄种感受到互关心，所以因选择留落来。咱毋是伫个礼拜中间去塑造一个大家拢真好即种的错觉，咱要经营的是礼拜了后，咱有缘甲这新朋友有生命的结连的机会。所以咱定来讲真侪这华企的教会，迄种关怀的事工做得真好，因为因会做一件代志叫做夺命连环 call。礼拜了后，新朋友就是敲电话敲到因，感觉真烦啊！好，无问题，我会去参加恁教会礼拜，我会去参加小组，结果一摆就掉的，因为有充分感受到互关心。虽然有一种半强迫，毋过这是咱基督教的信徒真欠缺的所在。一个有温度的信仰群体，毋是靠听述上的欢迎词，平安礼是靠友谊的延伸，是邀请因进入咱的生活，嘛。互咱进入因的生活的中间，所以咱会当来思考，听书单中间，咱定下写讲欢迎新朋友，甚至有真热情的交谈人员。毋过这不过是礼仪那点。礼拜了后，新朋友有缘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来离开，出来教会绝对袂放弃任何机会，会当将因留落来即种机会。所以邀请咱老新的朋友。甲咱有任何的即个共通点的时阵，会当进一步来改变做一个生活的过程、生命的过程。真正温度，毋是伫教会礼拜中间，真正温度是礼拜了后，咱是毋是会当继续来关心因生命的需要？所以孤独的生命的关系对咱来讲，是一种无可取代的温度。伫这时代，科技愈来愈发展，毋过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嘛愈来愈冷淡。每一个人拢活伫家己世界内底。我前几工去参加一个会议，内底是讲到一寡主题，然后我就想了一寡我要了解的问题，我就去用手机小可查一寡资料，结果这2天开始。我所有的这 FB、Line、IG 拢会一直咧送同款的有关的资料互我看。这叫做一种演算法，就是我关心的是甚物，手机电脑就互我了解这方面的资讯。所以我无兴趣的，电脑袂主动甲我讲，手机袂主动甲我讲。咱拢活伫家己的世界内底。因为咱受到这演算法影响愈来愈大，社会学家甲咱讲，每一个团体，咱参与伫中间，拢有一个诱因。当咱活伫家己世界中间，咱选择咱要参加什么款的团体，迄个原因到底是甚物？工作是因为有够价的钱，伫社团是因为我的兴趣。安尼伫教会的这诱因是甚物？为什么我选择诚做一个基督徒去做礼拜？为什么我选择参与某一间教会？对一个人来讲，因为就伫阮兜隔壁，所以去遐做礼拜。
毋过某人隔壁就是礼拜堂，伊游园坐车久久去其他所在来做礼拜，可见即个空间毋是上大原因，绝对嘛毋是咱的设备有偌尔好，毋是咱音响偌好，因为咱真正要比，咱无法度甲外面的即个百货公司、即个商店即个店面来比。好，譬如讲圣诞节时阵，咱为什选择参与教会圣诞暗会？是因为迄个所在有我的朋友、有我的亲人，伫迄个所在有信用，所以咱选择参与教会的活动。也就是教会内底一个真要紧的，迄个所在有信用，迄个所在有性命，迄个所在有互相关怀的温度。当一个人伫外面受尽挫折，伊来到教会，有人为伊代祷，为伊关心。伊生命中间会欠缺，有人为伊来补助。伫伊感觉真软弱的时阵，有人甲伊相揽一下，甲伊鼓励一下。这种温度就是上大的吸引力。初代教会因的进步，伊种的扩展，毋是靠着因有偌强的行销策略，因所挖开的是将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。等活出迄种欢欢喜喜、诚实、互相帮助生活的时阵，就亲像经文甲咱讲的，主将得救的人也日日加添互因。所以伫遮真简单做一个结论来讲，使徒行传的结尾安尼讲，主将得救的人，主将得救的人，天天加给他们。主将得救的人，日日加添互因。这敢是教会举办真侪活动的成果？毋是，是因为伫教会中间，互人经验到疼，经验到伫这所在有生命，伫这所在有温暖。所以教会要成长，毋是在伫咱用偌侪手段、偌侪活动方法，是在伫这个所在有偌侪温度。最近在看一本册，这本册叫做《燃起你的生命热情》。这本册作者是古伦神父，伊伫内底有一章，伊问一个问题：我要安怎互家己的热情保持活力？我如何使自己的热情保持活力？伊安尼在回应，伊家己互一个答案，安尼讲。我用华语来念：为了使我能够怀着热情生活，我必须和我所服务的人有良好的关系，与我所接到的任务或我给自己的任务有良好的关系。因此，每一股热情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密切的关系连结。伫初代教会迄个时代无讲过，无真好的仪体的设备。毋过会当得到所有百姓的欢喜，日日将得救人来赏赐因。这个群体因吸引人的秘诀，毋是在伫这个所在有什么款的利益，是在伫这个所在彼此因生命会当来结连，会当成做一家人，伫遐来互动，伫遐定心来得到生命的种的帮助。伫即个时代开始，咱看见愈来愈多即种的科技在进步，甚至咱对今年开始一个主题一直在产生，就是 AI。伫教会界，伫这个企业拢在讲 AI， 好亲像未来只要有 AI， 人甲人之间拢无需要搁再有任何的互动。毋过伫教会内底， AI 无法度取代咱彼此的关系。真侪人拢在问讲，有啥物工作袂绝对袂互 AI 取代去？人甲人之间互动是 AI 无法度取代。虽然有人会当通过 AI 来塑造一个虚拟的即个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因为 AI 会当针对咱所讲的拢记录落来。咱问一个问题。 伊会当佫甲咱讲，根据你这3年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感觉安怎。伊会记牢咱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好亲像即个人才真正来了解我。
AI 有即种的情形，毋过伊敢真正有法度去温暖着咱的心，帮助咱生命中间的需要。AI 愈来愈进步，咱颠倒爱愈注重人甲人之间即种互动的关系。所以今仔日做一个邀请，对咱开始来做起，关心一个真久无见着面的朋友。这个朋友有可能是咱教会外的朋友，有可能是教会内的信徒。咱敲一通电话，做一个请安，了解因最近的需要，甚至会当为着因来做代祷，甚至咱会当邀请因来食饭，来关心因，来建立这种生命甲生命的结连。所以今仔日要邀请就是咱定心来定义教会到底是啥物？教会的意义是受呼召出来一群人同齐敬拜上帝。毋过，伫照要讲，教会的主体既然是一群人，这群人就应该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伫教会内底出席，咱毋是咧完成一个任务，咱是伫即个所在来建立一个充满疼的大家庭。通过咱彼此互动，互世界人看见一个充满疼、上帝恩待的所在。所以邀请咱来重燃生命的热情，咱将做一间有温度的教会，将做一间温暖的教会。咱三甲来祈祷。慈悲疼爱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恩待文山教会，来去有真侪新的成员来加入。伫这所在，我要见证，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疼痛、有温暖温度、充满温暖的教会。阮恳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踏出阮家己的一步，阮愿意来甲别人来做直接，进入别人的生活圈，也邀请别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圈，建立彼此结连，互阮会当来看见出来教会迄种真密切的生命结连的关系，也伫阮的教会来看见。愿你帮助阮，阮将阮家己拥抱伫咧手中，愿你来帮助阮，互阮愿意来开阔阮家己的世界，邀请别人进入阮的生命中，进入阮的生活中，互阮来活出一个彼此相疼的款式。阮将阮的欠缺拥抱伫咧手中，求你来加添开力。愿你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，圣诗379首。愿我为那听你，我主基督。愿我为那听你，我主基督。跪落祈祷谦卑，求你赐福。我心困求无离，哪久为那听你？为那听你？为那听你？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坐。这是咱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请坐。就是来报告吼。伫报告进前，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2遍。伫周报的第2面，请彼得开喙讲，咱到真正使上帝无言话无出人，独独伫逐邦国见有敬畏伊来行义的人，互伊欢喜接纳。使徒行传10章34到35节，彼得开喙讲，但我真正知上帝无言话无出人，独独伫逐邦国见有敬畏伊来行义的人，互伊欢喜接纳。使徒行传10章34到35节。接下咱来看下周的事工分担。下周领唱是郑仁娇执事、司礼谢依红执事、司琴是陈雅玲姊妹，献诗是献歌队，司献是林宗豪执事加潘秀丽执事，交代张景元执事加林家荣弟兄，音控陈佑珍兄弟加周宏邦兄弟。制作的执事是林宗豪执事。下周的聚会吼，咱来看拜三的查经祈祷会，主题是《列王记上卷》第18章，司会是张恩玲长老，甲主理是咱科牧师。下周日的第2个礼拜，主理是科牧师，经文是《歌罗西书》第1章15到20节，题目是基督论。
其他课文圣诗，咱请家己来看来准备。教会消息报告，咱看周报第6面。第一项，本主日是退休牧师传道书的奉献主日，咱感谢张宏文牧师前来请安正道，请兄弟关心大道甲奉献。那咱的科牧师甲福音队的同工伫南方教会，咱请咱继续来关心大道。今仔日下晡因有成果的发表会请咱继续求主来引带。第二项，恭喜结婚，于定宏兄弟甲廖祖英姊妹的结婚感恩礼拜，时间定伫过来拜六8月22号下午2点半地点伫本会2楼礼拜堂。第三项是资讯组的通知，音控的教育训练时间是过来拜日23号下午1点，地点伫咱教会3楼，有意愿的请到1楼的柜台来填写报名表，咱有备办中昼顿请咱继续为咱教会肢体软弱来祈祷求主来医治。敢有新朋友？咱即是来行平安礼，爱记得今仔日爱介绍咱家己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对上帝行日。咱拢正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，正做上帝的主人。因为耶稣正做神，因为耶稣的感恩，因为耶稣。请咱犹原徛地咱来唱祝福的诗，圣诗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咱吟诗线请张牧师来祝祷。
咱伫即时当作领受上帝赐福甲赐庆。当上帝已经呼召恁来彼此听痛，建立一个有听的大团体，伫教会来成就一个有温度、有温暖的教会。恁着来踏出家己的一脚步，来行入别人的生活中，来分享生命、用生命、影响生命，带领人来认捌上帝真理的奥秘。愿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听痛，以及圣神相通，给恁敬大家三甲伫地，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列倒。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